台警察持续追查随机杀人案，用3D 扫描重建现场，甲环境所违法处理，了解犯罪过程。乌面腊八是保育类的动物，不过最近煞风声有人甲煮来食，而且搁伫网络分享心得，民众已经甲农业局检举。联剧团下暗到位，北部连续3天拢寒死，是各地美食低温差不多是11度至14度，也若山区有可能干那10度至12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4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这乌面腊八是保育类的动物，也毋过呢，最近煞风声有外籍移工甲煮来食，而且搁伫网络分享心得。这民众已经甲农业局检举，初步判断迄篇大文内底呢，这鸟仔肉毋是乌面腊八。也若关心野鸟的民间团体呢，是建议这中人公司应该着爱甲外籍移工相关的保育观念。就是这张相片伫网络，互人咧讨论，对图顶面看起来哪像是鸟仔，互人用落去煮，甚至嘛有几只互人炖做一花仔汤。上海是佫有规定乌面腊八的相片，下面留话最近这个来真济，食入去巴肚会真烧热，这嘛互真济网友看甲气噗噗。他们习惯就是有野生动物就抓来吃，他们不会去认为说它是保育类。那我们台湾的法律规定是保育类，所以我们的人民就很保护嘛。嘛，捌发天公水处移工去掠来食，这拢有可能啊，因为伊讲伫因迄边遐较少看到即个物件，来台湾看到就较新鲜。即阵局嘛有主动调查，初步认为相片内底并毋是乌面腊八，毋过这嘛无像一般的精神啊。这件代志后续爱去调查。当事人嘛出面驳回，乌面腊八的相片是网络掠的。不是，他只是 po 了一张黑面琵鹭的那些照片而已，下面留言就都是他越南的朋友留言的，是这样吗？对。长飞行的那个鸟类的话，翅膀会比较长。那从那个碗的翅膀里面看的话，它的翅膀比较短，所以应该不是黑面琵鹭。但事实上，野生动物保育法立法之前，嘛有传出台湾人会掠乌面腊八来食。不过这30多天来，就已经真罕听到有人有这款行为。即摆所传出移工会偷掠来食的代志。移工猎杀野生动物的事情，其实不止常常听到，我自己本身也有亲眼看过。那些人力公司要很明确的。告诫他们不能在台湾做这样子的事情。乌面腊八已经陆续来台湾过冬，目前台南观测到2000多只。陆局强调，对保育类动物的非法行为，会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减罚20万以上100万以下罚金。若犯罪地点伫野生动物保护区内面，刑度会去加重7%。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而且提醒民众，这食薰一定得爱守规矩。来看这高雄国际机场呢，其实户外是有设2大互人食薰的区域，也毋过煞定定有人伫咧禁区咧剥薰。民众讲已经甲相关单位反映真久啊，毋过要是无改善。另外呢，有旅客是认为讲这户外食薰的区域，其实伊的告示是无够清楚的。也那高雄国际机场是表示讲会加强巡逻甲处理。高雄国际机场国际航线的3楼大厅外口，搁行无几步，头前就是食薰区。不过，这群人也未行到几分，就行起来点，带司机伫咧边仔食薰，完全无要插死周边有搭禁止食薰罚1万的故事。有民众伫网络打文讲，这款情形已经甲相关单位反映真久，不过拢无看人来改善。为咗经过民众闻到薰味，也拢感觉实在真不爽快。应该要来巡逻一下，对，避免会有一些孕妇啊经过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对，你们闻到烟味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会。我觉得是蛮需要的，对啊，因为连百货公司他们都有吸烟区，那何况是一个这么重要的门面。无食薰的人感觉，明明都有设食薰区，为什么都是无守规矩？毋望爱加强巡逻处理。不离过，咱去问有食薰的民众，有人讲机场大厅内底拢无做告示，甲人讲倒规会当食薰。若是台湾人，可能也佫有在调找；外国人可能都有困难。第一届来当然是他们一个爱问一下啦，那个指示照还毋是讲就多啦。所以讲会感觉较毋知方向里对。机场周边无论楼顶楼骹、户外空间真侪大所在，拢有搭禁止食薰的告示。不过民众就直接徛伫咧禁薰的牌仔头前食薰。对此，高雄国际机场表示，针对民众的反应，会派保全人员加强巡视看道。若是无要配合，就会按照《薰害防治法》来进行裁处。记者柯家族赵勇高雄场报道。
政治界的消息要先来关心的是，这立委郑天才呢，互人指控收这乌西钱，互业者摕到这特助的头衔，帮助推动因公司的业务，而且呢，时间已经有3、4档遐尔久啊。即马台北地检署呢是照这贪污治罪条例等等的罪嫌，甲郑天才提起公诉，而且求判10档以上的有期徒刑。检方是查到这郑天才呢，对2020年开始就接受人的乌西，这金额呢是有711万，互人方便推动公司的业务。而且呢，若准这业者是拄到问题，安尼郑天才还阁会出来倒敲代志。检方是批评讲，这款行为呢，等于是咧卖这立委的权利，所以照贪污罪嫌，甲伊提起公诉。另外来看，这外国媒体是报道讲，美国国防部这报告呢，这草案当中是讲到中国的目标是要伫2027年要有拍入台湾的能力。那真正安尼，就会严重威胁到印太地区的安全。就连北约这秘书长来讲，这中共呢，若真正拍入来到台湾，安尼罗西亚嘛有可能会趁机会伫欧洲扰乱。台海情势真紧张，外国媒体路透社标出美国国防部报告的草案，表示中国要伫2027年完备武力犯台，摕到胜利的能力，嘛持续军事扩张，到2030年可能有超过1000粒的核弹头，严重威胁印太区域。北约秘书长雷特警告讲，中国若是武力犯台，罗西亚恐惊会趁机会伫欧洲内乱。另外，学者嘛观察到中国想要伫2027年，甲台湾讲落来，第一个目标就是阻止美军来介入台海。那这3项关键的能力：战略投送能力、指导现代化联合作战的能力，还有后勤跟动员的效率。其实我认为，在2027年之前，共军都应该还没办法具备。学者分析，中国要武力犯台，第一波至少要投送6万的兵力来领导，但是中国军队投射的兵力、后勤支援的规模也无到这个目标，这嘛，互国军有建军备战的时间。总统赖清德23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强调台湾爱全力发展国防产业，向世界来表达台湾维持现状的决心。中国对台湾、对印太区域的威胁持续加剧，企图把民主台湾变成中国台湾。这是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更是对全球民主自由阵营的公然挑衅。罗总统嘛强调讲，要和国际友盟国家积极交流，和台湾伫全球民主防卫网络做一个袂当无的角色。不过，中央提出的1.25兆国防特别预算，23是第4摆和纳北联手主动，无法度呼吁来审查。呼吁啊，白蓝两党，你这北是个要那是个呀，回到制度，回到理性。让立法院真正成为守护国家、爱台湾，不是瘫痪制度的地方。提出1.25兆的军购，不敢来立法院报告并接受质询。我想请问国人啊，是谁在卡军购啊？就是赖清德自己在卡。地下业牌啊来抗议，批评国民党讲要加强国防，却连讨论都无要讨论，罗志强反击批评赖总统违背选举的承诺，唔敢来立法院说明，双方你来我去，互会议的气氛是真紧张。记者综合报道。好来看，这中国烧了咱台湾的部署有影是真侪，伊是甲咱一寡军人、公务人员，甚至是立委呢，来做是制裁的对象。有官员是提醒民众，若准予中国来做是制裁的对象，安尼就千万唔通去到柬埔寨、寮国，也是白罗斯等等的国家，避免予当地政府抓起来送去到中国。也若咱外交部是强调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中国是无权甲咱关东关西的。5月20号和27号，中国对台湾无明确的界线一直侵扰，中国甲国军自动定军深圳大队立委甲民众列做处罚的对象，想要管台湾人。有官员提醒民众，若是互人列做处罚的对象，应该尽量避免去柬埔寨、寮国、加白罗斯亚这国家，才袂互人列去中国。我们作为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所以中国对台湾并没有任何的管辖权。中国对于我国人施加所谓的跨国镇压这样子的威胁，政府呢除了与国际社会加强反制合作之外呢，外交部也与各个外管持续的密切关注可能的情况，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机制。
目前台湾甲这3个国家主要贸易往来，白罗斯亚是手工具甲航空器的零件，贸易总值6930万美金；柬埔寨是自动车的零组件甲专用器，贸易总值是6.101亿美金；辽国是以调制饲料甲理送分较济，贸易总值超过6000万美金。目前辽国互人列做3级警示避免前往，柬埔寨是除了保卫下省电5个省，互人列做4级的红色警戒，爱赶紧离开。其他地区是避免前往。白罗斯亚同款嘛是红色，爱紧离开。外交部表示，会对各国政治、治安甲法治环境进行风险的评估，适时发布旅游警示，提醒国人爱谨慎评估海外旅游行程。3个国家它的一个特色，简单讲，它就是它可能比如像柬埔寨跟辽国，它在经济上是相当依赖中国的那基于经济的利益，它有可能愿意去配合中国那白俄罗斯本身，那当然也跟中国有很多的一个贸易本身的关系但基本上我个人相信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去支持中国这种做法。学者认为中国的做法效果颠倒歹，另外对中国军机军舰的干扰，想要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敢若会加深周边友台国家对中国威胁论更加不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另外，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这利比亚呢有一台私人的飞行机，昨下晡伫土耳其的首都载落，这顶头是有载陆军参谋总长等5个人，即马已经确定全部拢罹难啊。初步判断，这失事的原因有可能就是飞行机出现技术性的故障。安卡拉哈伊马拉第23案发现这台失事的拉英50飞机的残体，土耳其内政部长耶里卡亚伫网络顶证实。飞机顶有包括利比亚参谋总长哈达德，也有4位随员。伫当地时间暗时8点10分，对安卡拉起飞42分钟了，飞机就无消息。土耳其救援队已经到现场，国际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总理德贝巴发声明，讲因是自土耳其安卡拉结束正式的访问，要回来半路发生意外，是国家的重大损失。利比亚官员讲，失事的原因是飞机出现技术故障。土耳其总统通信办公室主任杜兰讲，这台飞机不通知空中管制部门发生电气的故障，要求紧急降落。尾下飞机被引导登去艾森博瓦机场，准备要做紧急迫降，不过尾下就无消息。发现飞机残体附近存装的监视器有录到空中有闪光，敢若是爆炸。利比亚当局已经派人去土耳其调查，也宣布全国哀悼3天。利比亚即马分裂做东西2边，西边是临时总理德贝巴伫德里波里领导的国际上成立的政府，东部是军事强人哈塔夫所主导的敌对政府所控制。哈达德是西部利比亚上悬的军事指挥官，负责联合国所促成的军事统一任务。伊突然间死亡，被看作是对全国团结政府的严重打击。尤其伫个利比亚军事统一一个国家稳定关键的时刻。伫咧军事指挥结果即马无人指挥，也会影响甲土耳其的战略合作。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另外来看美国宾州这场意外，这是发生伫咧昨下晡，有一间疗养院呢传出起爆的意外，部分建筑物全放去，引起大火。因那这场意外呢，上无已经有2个人死亡，21个人受伤，也阁有5个人到今犹阁找无。疗养院护理助理是表示讲，其实顶礼拜就摆鼻条甲四鼻啊，无想到这礼拜就出代志。气体爆炸了后，现场如苍苍，疗养院内底阁有火走出来，黑色烟冲起伫天顶。美国宾州巴克斯郡的布里斯托健康甲复健中心，当地时间23号下晡发生真大的气体爆炸，互建筑物拢倒塌，规个拢火烧，足一台拍火车甲救护车赶到位来救人。住伫疗养院附近的居民讲，迄时伫咧处理，雄雄听到爆炸声，拢窜一条。Thought the airplane or something fell on my house. I heard a loud kaboom, and my wife said, "Will you hear that?" I said, "Yeah, I heard it, huh?" So I went in the back of my house, see something didn't fall on my patio. 准备来接班的护理助理华心，迄当阵伊亲目睭看到爆炸迄时，伊讲其实顶礼拜病院内底就闻到甲水味。不过，迄时阵考虑到病院内底无装烧气，大家无想遐济。不过，即马阁有同事失联，互伊足着急的。Call workers in there. I'm calling them and they're not answering. I tried to get through, but the officers they said no, I should get past them.
because it will still be dangerous. 滨州州长夏培乐已经指示各部门拢支援，而且出动学校的巴士，甲铁力的居民安搭伫附近的一间高中。因为疗养院规模有174张床，伤亡数字甲财务损失要搁咧厘清，相关单位嘛继续调查气体爆炸的原因。公视新闻郑伟林编译。再来看美国最近呢是来批准一款用假的减肥车，唔免住呢直接食落，安尼体重就有通减1、2成左右啊。这消息一个公布，这药商的股票呢随起超过10%。不过呢，无论是注射还是讲食药啊，提醒民众要是着爱有医生的指示，配合食食甲运动才对。美国食品甲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丹麦制药头人诺和诺德开发的全球头一款口服减肥药。这款药甲减肥注射药周先达诺特比的活性成分司美格鲁肽同款。司美格鲁肽上起先是用伫治疗第2型糖尿病，经过重新调整剂量了后，就变做会当压制食欲、改善代谢异常，阁会当减少体重的体重管理药物。诺和诺德预定伫明年初推出剂量为1.5毫克开始的减肥口服药，上少剂量的月费是$149，差不多大票4691块。只是诺和诺德无讲更较悬剂量的售价。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差不多40%的美国成年人有大口症，有12%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因长期服用有这成分的减肥药啊。另外，得到批准的消息公布了后，诺和诺德伫纽约上市的股票盘后交易是起10.56%，来到$53.100。Obesity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public health challenges of our time. Globally,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 are living with obesity, and that number is expected to double by 2030. It was linked with 3.7 million deaths globally last year and puts huge strain on health systems and economies. 根据统计，全球有13%的幼龄女性因为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影响，致使因体重快速增加甲袂生。所以美国有愈来愈侪女性使用这种的减肥药，伫控制伤侪的雄性激素。只是目前无清楚病情的改善是因为体重减轻，还是抑有其他更加直接的作用。I think a lot of the drug companies are reluctant to do testing on women on what is like kind of considered a fertility condition because no one wants to put pregnant women in drug trials. 诺和诺德的周先达减肥车伫2021年核准伫美国生产，伊的股价已经成长超过3倍。根据彭博社报道，诺和诺德去年的期待是$5700亿，已经超过丹麦伫2024年 GDP $4294.6亿。公司新闻新乐会编译。另外，当来看国内这宜兰的南丰二是发生一桩命案，这是一个39岁姓陈的男性，伊是涉嫌无照视力，甲倒伫咧病床的老爸引起来食饭，而且呢，佮对因老爸起骹动手，落尾造成老爸头壳内出血死亡。这检方发现这死者呢，毋但是烧伤落目，而且身躯顶抑佮有真侪伤痕，所以照这家暴致死的罪嫌，该起诉。宜兰南丰路发生这轮命案，警方调查39岁姓陈查甫人10月开始无照时间饲在床老爸食物件，佮将衫脱掉，甲你用布皮包咧，几日间佮动手拍老爸。死者是经被告徒手殴打后，受有左眼窝、左右肩胛骨及肋骨等多处遇伤之伤害。未开面连续受虐待，当月29，检方就接到姓陈查甫人通报，伊老爸死亡。检方上验了发现，死者毋但3鼻巴身躯真侪所在乌青，判定死因是被拍了后，头壳内底出血，引起数值性肺炎，最后呼吸衰竭，案件定结。姓陈查甫人准警件遭到检方照家暴伤害致死罪嫌来起诉。伊平常时甲老爸伫南丰学带做伙，2023年，爸爸因为破病行动无方便，开始在床，伊是主要照顾。附近厝边表示，爸囝关系无好，常常冤家。听讲死者上吊了后，胃内底拢无物件，这后生食不好。轮椅塞来在路中，两个嘛在烧呢。我有时间我倒底看工我蛮看。爸爸自2021年互社会处理馆每半年社工会去访视，社会处表示今年开始照顾状况无好，社福团体甲社工每个月拢会去访视，佮提供补助。今年10月，社福团体发现爸爸身躯有伤，保护性社工访视也无结果，就发生代志。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台北的警方呢，即马是持续咧追查这件随机杀人案，因是针对着这案发的地点，用3D 的扫描去重建现场，把这环境数位化处理，要来了解犯罪过程。真济检警巡回，清品临时点外监测中心环境出动3D 镭射扫描仪，除案发现场的空间、环境甲物件立体坐标，用来模拟重建以及19世纪攻击案的犯罪现场，将来伫法庭互法官更加理解案情。当时候的人物没有犯法，对，只有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空间，就是现场的整个轮廓，然后包括我们4楼还有这个广场跟道路的这个空间，我们会把它记录下来数位化。专案疑点真济，专案小组继续调查，发现嫌犯生前阁有定中山区另外一间旅馆，要伫圣诞节大，最后无定成功，是毋是代表嫌犯本来有第2摆计划？也是检警后续调查的重点。专案也互年底跨年顶活动的危险受关注，特别是要伫节日展开高强度的演练。我们不只是要求消防局、警察局、北捷、卫生局等相关单位，我们这一次演练也纳入包括演练场域的业者、柜位一起参与配合。1226高强度演练，唔有警消8个政战会，即摆也搭住演练场合业者贵会，专项阁引起警察认调报告讨论。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咧这个盘点会主动积极向中央来全力争取。记者综合报道。2年前的今仔日12月20日，当时呢嘛是开去受到年末虐待不幸过往的日子。这社工团体除了悼念以外，嘛表示讲，其实这政府呢目前这通报机制、收养办法，甚至是安置的资源等等，都要个需要系统性的改革。国家侵权应到位，而上权利不能退。社工团体来到卫福部外口表达诉求，嘛悼念2年前去互灵母虐待不幸过往的囡仔开。社工团体指出，悲剧发生了后，定干那检讨社工，所无去看到规个制度的问题，因批评政府目前修订的通报机制、收出养的办法等等，实际上大量压缩第一线社工家庭陪伴的工课，影响到陪伴的品质。因要求政府爱系统性改革和有效相关权利立法。改定更多的 SOP 的流程，这样的做法让我们一线的基层的社工伙伴非常忙碌、非常疲惫的一直在进行调查跟评估的工作，可是我们却没有多余的时间、多余的量能做最重要的家庭的陪伴。社工团体指出，统计到2024年底，有4591个儿少受安置，也有384个囡仔单别出养，这拢是像开安尼，可能原生家庭无能力请养，也是高风险家庭。不过政府的替代性照顾、安置资源和专业支持拢无够，低数真恶受到好的照顾和保障。社工团体要求政府爱担起国家侵权的角色。对于目前已经确认有一些出养必要性的儿童，常因为机构量能不足而有限的时间在一直等待，是他的依法应该要受到的照顾跟保障的权利，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下，跟资源配套措施未能到位的情况下，长时间处于悬置的状态。另外，社工团体嘛要求政府回实地，卖个互第一线替政府解决问题的社工，徛伫咧红樱头承受批评甲恐吓。因认为国家应当提供安置系统有够价的经费和人力，系统性强化照顾者的训练甲老人才机制，才通互有需要的家庭有更较好的支持。记者卢尚珠、郑准尧台北报道。好，这几天啊，这社会气氛有影是真惊吓，亲像8月暗呢是有人来试这高雄捷运巨蛋站甲高铁左营站的紧急通报铃，讲这内底有炸弹。警方伫3点钟来就抓到这个足迹的20岁的少年人，即马法院已经裁定羁押。另外呢，这高雄的警方是来演练跨年暝的维安，要来加强戒备。22暗时9点外，今年20岁姓李的查甫人伫咧高雄捷运巨蛋站的月台行来行去，假做无记报器，用手去试壁顶的紧急通报铃，甲站员讲有炸弹客，然后就上车来到高铁左营站，同款佫试紧急通报创治人。高一查证了后，发现是有人作业，随报警处理，由桥头地检署指挥，警方透暝办案。3点钟内就伫台南抓到嫌犯。警方表示，嫌犯敢若讲无法度控制家己，犯案的动机需要佫厘清。全依刑法妨碍公众危安罪移送侦办，并依大众检举法第50条第1项第2款，处1万至100万罚款。复讯后，认被告涉犯恐吓公众及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重大，
有逃亡、反复实施等羁押原因，向法院申请羁押。嫌犯用作业的方式来危害公共安全，这款行为真正不可取。因为台北接军的攻击事件，佮加上年底各种大型活动相续举办，为了要保护民众的安全，也佮活动顺利进行，高雄市警局23下晡特别行动员94名员警来做演练，包括看年暗过紧急状况，也佮有捷运站的随机攻击。局长林彦典表示，今年有特别派13名特勤员警专门来处理紧急状况。到时唔那地面有1200几个警力กับ边防人员，空中嘛有无人机的即时监控。另外，我们还有无人机的搜证，加上我们到时候会用360度广角椭圆形的来做搜证，我们让搜证到紧密的工作。局长强调，公共安全的问题未使放定，透过装备的提升，加建警率的增加，在确保安全的同时，也毋忘会当互民众放心。记者郭家祖、赵勇、高雄仓报道。再来看这台中市第2分局侦查队呢，有一个警察竟然伫网络打文，讲要甲市长罗秀燕甲开枪，即马检方已经抓人上班。网络社群出现这款的图文，台中市长罗秀燕的扛棒并暴风破坏，也写要对市长不利。警方调查发现，大部分的人是台中市2分局侦查队一名姓黄的侦查组，互分局认定经济重大，主动报请检方指挥侦办，也强化市长的维安。对于涉及人身安全之相关言论，已由刑事单位依法迅速侦处在案，另针对后续各项出席活动，均由保防单位加强相关情资掌握。认定黄姓被告涉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及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重大。检方第3将伊具体到案性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警方表示，这名侦查组做警察3年，正经伫派出所任职，有几摆为民服务加组织记录。可上侦查组大约半年时间，也毋过陆续出现言行各样的状况。12月，除了向转介资商就医，警方也调整伊的工作内容。侦查队其实以我们警界来说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压力很大的地方。反正这个东西的承办人就是警局内部的人，那警局内部的人自然大家就不会相信，就觉得会被做记号怎么样的。怕就是今天我如果去委外心理咨商，如果今天警局认为我有问题，要用这个理由把我调地怎么办？我的家庭会不会受到影响？会有这层的顾虑。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表示，虽然警方有提供警员心理咨商，也毋过多数警员也是毋敢使用，加上轻无当，若拄到重大事件也是活动，真歹休假调息身心，叫做恶性循环。心情科医师建议，爱调整家己心态。没有压力也是一个压力，太大压力也是个压力，所以要找寻你每一个人能够承受压力的范围去做一些规划。医师表示，除了爱重视压力来源，也爱学习甲压力共处，搁适当转移注意力来调整。毋过，若影响生活还是人际关系，都爱寻求咨商还是药物来治疗。王氏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这下暗呢，冷气团已经报道啊，这温度已经开始下降，而且呢，这方面这落雨也会增加。明仔载甲后日这2天呢，受到这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气温会明显下降。也若后礼拜2也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会变强。到了明后2天呢，由于是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在气温上面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最低温预估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可能是会下降到12、1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4到16度。所以明后2天也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注意保暖。另外，讲到这未来落雨的趋势呢，气象署是指出讲，拜4甲拜5受到冷气团的影响，水汽有较高。这北部甲东部呢，受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也若桃园以北甲东北部呢，这落雨的时间会较长。中南部山区嘛有这局部性落雨的机会，也若关山呢，若准温度有配合，嘛是有可能会落雪。另外，要来关心的是，即马为着要来照顾时大甲弱势族群，新竹市是对今年11月开始呢，把这敬老的爱心卡逐月日的点数对600点提悬到800点。另外，过去呢是限制本人使用，也毋过即摆这规定已经放零啊。从明年开始呢，这家属卖当摕这卡片，替厝内人来买物件，互无方便出门的时大卖当享受这项福利。
透早到未少时段来农会买物件。新北市的敬老爱心卡自11月对600点提悬到800点，为了照顾弱势族群，市府宣布对明年开始卖放零使用规定，开放后行动无方便的时段，会当互家属摕敬老卡去替伊买。民众听到消息拢话赞。会使用代替来买较好哦。当然啦，因为行动不便，若有诶倒地面床去滚，就袂惊免走。哦，所以拢会使用较好。对啦，嘿啦。照伊讲，你若去用卡，应该是就是证明讲，这个就是迄落，这人诶迄落身份就是安尼嘛，就是一定会用呀。除了代买服务，连原地伫农会甲药房，敢若会当使用100点买物件，也加倍变做200点，透过提悬使用率。真好啊！哎，安怎讲？啊，加100块嘞啊！咱在地这农产品的销售的业绩都很显著的一个成长很显著的一个成长。当然来买这老大人啦是讲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者啦嘛是真欢喜啦，因为会使买的物件更加多。希望说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制度的一个建立，能够让长辈就是行动不便的长辈，未来就是可以更方便的来去使用我们的敬老爱心卡。新北市社会处指出，敬老爱心卡除了会当摕来买物件，更用来摕来坐公车、火车、计程车。目前全新北市65岁以上的时段，拢总有64000多人。未来会继续为时段争取福利。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这蛋本数的时阵，一定就爱细腻来看这南投草屯的有清洁队员昨沿路咧收粪扫的时阵，有民众是甲规地这香火甲弹落，结果呢煞香喷出侪烟出来，加在这队员就医并无大碍。呼吁民众这香火要弹进前呢，一定得先用水加压服弹，互变做是一块一块了后，再搁放入去地下内底。南投草屯的清洁队23下晡伫咧仁爱街318巷附近伫咧执勤的时阵，这个清洁人员徛伫咧车后斗咧收粪扫，拄到民众甲规地香火弹落粪扫车，想袂到怎香崩溃，清洁人员互香火喷甲规粪扫，赶紧去边仔的人家厝找人斗相共。是咪干的？压榨剥解。不过民众他没有告诉说，它里面装的是香灰，而且它是里面充满了空气，所以我们队员在接的那个垃圾袋之后，整个香灰就从那个洞口里面就喷发出来，然后造成我们队员就是身体，就是整个就喷到整身都是这样。香火弹落粪扫车造成喷发已经毋是头一届啊，之前彰化市嘛发生类似的事件。台中市中西区清洁队表示，香火内底可能还佫有烧毒或者是火星，弹落粪扫车压缩的时阵，有可能会崩气甚至是导火。正确的做法应该先是用水甲压好淡，变做规地或者是像落果仔糜同款，再放落地下底绑好好势，了后再弹粪扫车。香灰我们会建议就是先用水把它淋湿，然后搅拌成块状，或者是充分淋湿之后，那用这个垃圾袋把它打包，那再交由垃圾车来做处理。另外，包括过期的面粉等等这种像粉的物件，若无细致崩溃，可能规个烟甚至导火。粪扫地下内底若有空气，尽量爱甲排除。草屯清洁队表示，这个清洁队员去就医了后，人无啥要紧，后续嘛会提醒队员，若拄到真奇怪的物件，就要提悬警觉，嘛会加强宣导。记者综合报道。伫彰化埔心这站呢，有一个姓江的民众，伊骑乌多摆经过路口的时阵，煞互这头前要驶翻头的货车甲弄着，规个人全掉伫车底。附近的民众是赶紧用这千斤秤甲这货车吐互悬，加在这个受伤的民众意识清楚，嘛无性命的危险。那详细肇事的责任，还阁需要厘清。货车伫路口准备要驶头，后壁机车未护闪，互货车弄着，规个人掉伫车底，袂顶袂动。附近热心的民众发现，赶紧报警处理，嘛先用千斤秤甲货车吐互悬，等待警消来救援。只有听到声音，然后听到声音，人就在那个车底下了。因为我收迄车有迄千斤人大机的啦，我算讲我骑细机的去，结果甲称一半，称悬起来，佫无够悬，我才佫惊。大机的去甲称的啊！这站车祸发生伫22下晡1点多，伫彰化埔心乡的新兴路甲大勇街路口，一位姓王的驾驶驶小货车伫路口要驶头，却直接撞到同方向骑机车姓江的民众。消防局接到报案，出动2台消防车、2台救护车，计共8名消防人员去现场救援。
那我们使用顶举器，然后将车体升高，那将伤患顺利脱困。那脱困之后，检伤这个患者的左手腕是脱臼，腿部有大面积的擦伤。现场机车骑士卷入小货车底，由救护车送往卫生福利部彰化医院就医。肇事责任分析尚待厘清。警方表示，初步调查2位驾驶拢无啉烧酒，但是车损严重，详细肇事责任也佫需要厘清。警方也提醒驾驶，若经过路口，就要放慢速度，注意路口的状况。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关心这115年度总预算案的到当时还未审查，主计总处是表示讲，若准无审议通过，安尼就有2992亿是未当叮当的。这当中包括着 AI 新10大建设，也有各县市河川甲排水的计划等等。也若知影呢是指控这中央若准无提悬警消人员甲海巡的退伍金，而且呢军人若准无加薪水，安尼就会继续较多。115年度总预算案进度延前去，调也要伫对立。离今年结束剩上尾1礼拜，要是无法度复位，创下阿扁政府、马政府、蔡政府到赖政府以来上万复位的纪录。主计总处报告显示，有2992亿预算爱通过才会当执行，包括新型计划1017亿在内，内容包括直辖市甲县市财政平衡的补助、AI 新10大建设、TPS 通勤月票等等，会严重影响施政。毋过，在野反倒转来批评中央无要意立法权，三读通过的军人加薪预算，也有提悬警消海巡的退伍金，也是毋便利。你要不要公开承诺？审总预算的时候，审完马上追加预算，这2笔追加预算我们就马上审，就这样可以承诺吗？要不要承诺啦？这不是我承诺的问题啊，是我们本身第一个要先筹措财源。针对南亚要求中央答应爱追加军人加薪水的预算，但小主讲安尼会破坏人事制度。绿营立委烦恼讲，若被恐惊的封杀总预算案一直到会期结束，代表明年便若拄到天灾，中央会无法度动用灾害准备金，到时要安怎来协助救灾？你让国人知道说这个没有过的话，将来中华民国遇到天然灾害，中央政府没有1毛钱可以花啊！地方它灾情惨重的话，那自己的灾害准备金不够支应，那就必须要仰赖中央来做资助。那到时候中央就是没有经费可以调整。国防部表示，调也无要审总预算案，嘛冲击国军建军备战，连带影响各种的机舰、战甲、炮车等等装备维修保养、甲火药、加油等等，对演训的任务是真不利。也若列伫新型计划内底 TPS 月票75亿的预算红卡关，交通部讲预算若是无够。到时会影响98万的通勤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这儿童权益的问题，即马为着要来预防这托婴中心虐待囡仔，卫福部是按算要伫咧儿童托育服务法内底呢，要求这托婴中心应该着爱甲这监视器的画面传去到政府来保存。那做发生代志的时阵，安尼就会当调这影像的内容来调查。也毋过民间团体甲科育人员呢是出面真反对，认为讲安尼做有可能会侵犯到个人的隐私。新闻故事就会伫咧新闻顶观看到囡仔送去托婴中心受虐待报道，但是定定事后家长要看监视器画面，就会拄好无翕到，无就是省掉的证据。为着要预防托婴中心虐待囡仔，卫福部拍算伫儿童托育服务法内底，要求托婴中心爱甲监视器画面传到政府的云端去保存。但是拜三有民团和托婴人员出来反对，认为这侵犯隐私也是所谓监控。我们可以理解家长他会担心他的孩子被不当对待的一个焦虑，但是现场托育人员他们的压迫感，时刻被监视器控管工作的状况，那一份不尊重的感受，我们觉得是应该被在乎跟被重视的。在这样的状态底下，若干年后他们长大了，被他们知道他们的所有的影像，那些是他不想上传的资讯，全部都在网络上面，他们愿意吗？针对民团和老师的意见，卫福部是回应讲，会要求把影像传去云端保存，是为着要保护大家。若是发生代志的时阵，会当依照规定来申请影像资料。平常时袂有人一直在监视，嘛唔是凊彩人会当看。需要一定的使用，要有一定的程序，才能够去调阅这样子影像的资料。既然是机构的影像存到政府指定
的一个云端的设备里面去。政府当然有做隐私保护的责任。卫福部强调，相关的规定也未定案，会和相关单位讨论出导监视器的关键。团分段的部分也听各方的意见。并团是呼吁政府应该协助托育人员和家长建立信任，嘛强调囡仔应该在充满信任的环境大汉，无应该生活在充满镜头的环境当中。记者陈新东、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这刑事局的电信侦查大队呢，是查到一个有乌道插手的假投资的诈骗案。这嫌犯是透过假的 App 去拐人投资一寡还未上市的股票，上无已经有54个人受骗，这金额呢也有1亿1000多万啊。今麦警方是抓到30个人，目前还搁咧追查敢有其他的共犯。警方去4单的主嫌厝内敲锁，嫌犯红惊精神，佮想要摕手机做报备互警方主动。来，怎样？警察，手机不要动，手机不要动，手机不要动。另外一名警察来到担任水房的现场的嫌犯厝内，也甲相关的人员抓起来。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诈欺集团透过设计诈骗 App， 用投资抽还未上市的股票来拐唔知影的被害者。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的成员除了有帮派分子，也有地方的角头势力，甚至吸收未成年的车手，甲被害者提钱。经过半年追查，溯源八波，即查获控盘首脑、水房金主、水房干部、车手等共30人到案。警方查到受 App 诈骗的54位被害者，财损的金额有1亿1000多万。也那查的过程当中，4单的主嫌伫2020年就已经互通缉，伊互人抓到时阵，佮提朋友的身份证互警方，想要暗藏伊的身份。经通知家属选任辩护人，才发现刘姓友人在家中睡觉，一举戳破陈姓主嫌逃亡通缉6年之身份。警方即届抓30个人到案，并且查扣大条的现金甲虚拟货币，专案按照刑法诈欺、毒品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伪造文书、洗钱防治法、甲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公司新闻参报道。另外，继续来关心的是，这台北捷运迄站随机攻击事件呢，这是引起社会真大的关注。看到这嫌犯呢，伊犯案所使用的这个家私头仔呢，等等全部拢是透过这网络买的。所以立委呢，今仔日即阵这诉法部长的时阵，是要求一定要彻底来检讨这网络平台危险物品买卖问题。那呢，他呢连续呢购买了13把长短刀，全部靠网购。台北捷运12、19随机攻击事件，嫌犯周文犯案所有工具、刀仔、烟雾弹、信号弹，拢是对网络平台买来的。拜三立法院委员会质询司法部的时，朝野立委拢要求司法部要检讨现行的制度，网络顶危险品买卖问题。其无形当中也怕后续会有模仿效应等等，所以有人提倡是说，是不是要通盘的来检讨，甚至说在网络上贩售这一些相关产品也需要有实名制。对此，司法部表示，网络实名制虽然有阻挡的效果，不过嘛牵涉到雇主的问题。目前全世界敢若中国买刀仔爱徛名，司法部会在1个月之内和各部会讨论因应的作为。如果我们在网络上实施实名制，像中国大陆他们的做法，那的确是可以有效的遏阻犯罪。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有隐私的问题。我们现在数发部打算是第一个就是说对于特殊的这些品项就是有这个安全疑虑的品项，我们会跟各个部会合作。第一个就是说可能有些品项我们会真的是会采取实名制的方式。另外，随机攻击的代志发生了后，即马网络顶嘛出现真侪模仿的效应，伫咧社群散布惊吓。司法部指出，已经和社群平台沟通，针对危险社会安全的信息，若发现得马上摕落来，也依法送办处理。记者台选王志光台北报道。有民众伫咧屏东的邦山乡一担水果担咧买冷物的时阵呢，结果怀疑这头家做人无够老实，所以落尾无买就塞车要来离开啊。想袂到这头家呢是气甲摕冷物来甲牵伊的车，这当事者是惊甲敲电话报警察，落尾双方家己来和解。我刚刚说那我要2斤。民众塞车对路边搭准备要离开，煞雄雄听到一声，伊赶紧报警察。所以这个老板，对，我们开走之后，他拿点物找我们的车。是。那位老板，你们有认识吗？不认识，就是来买东西而已。你真正讲牵连物哦。牵连物我就袂送伊安尼啊。对。
伊做啥物啊？阮应该爱互伊安尼糟蹋的吗？啊，无啦，伊做了啥物啦？啊，伊买染物就应该安尼甲我糟蹋吗？看到警察到现场，当事人真不满，卖染物的头家摕染物牵伊的车，而且车顶还有囡仔。姓苏的头家嘛直接承认，表示因为和当事人买卖做了无欢喜，气袂过，伫人客要离开的时，就顺手撒一粒染物弹。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他不老实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要2000就好了，然后他又拿了几颗起来变370，那我不要买了，然后他就开始骂我。这称起来就370，我还算350好无？嘛无爱啦，我讲啊你2斤320，啊我这370甲你算350，安尼你也无爱，啊你转外头做你走，即摆找你到外口就用翕相机甲我翕。该挑衅。讲伊要网络要甲我破啦，要甲我迄落啦，你买物件较有可能拄啊好个。代志发生伫23暗时，邦山乡的路边，店头染物1斤卖160，当事人讲要买2斤的染物，但是头家安怎称拢超过320，当事人落尾决定无爱买。苏头家感觉对方甲创治，情绪压起来，双方发生争执，当事人就报警，请警方到现场处理。起因为双方对水果总重量及价格问题起口角争执，车辆沾附果渣及果汁，后续确认车辆未有损坏。双方后续已自行和解。警方到现场和两边讨论，苏头家最后向当事人回失礼，嘛甲车7,000去，当事人就离开啊。警方提醒民众，拄到消费纠纷爱理性，毕竟做生意上重要就是好气生财。记者柯明哲，民东报道。为着要来推广节能减碳，这云林县的环保志工呢是利用废弃的茶棒、加塑胶杆啊等等，来打造一个环保的椰蛋树，放伫个西里的一搭园区内底。其实这个园区呢本地是真垃圾的，经过环保局文化改造，目前已经真做是观光地点，也请真侪人去遐行打。环保志工甲茶棒机开夹做环保的圣诞树，边仔即张树啊嘛是用无爱塑胶杆仔做的，就放伫西里新马武场园区，请真侪人来看卖。现在资源回收是真的很重要。对，然后因为垃圾不断累积，其实很多时候都不会消化太多，然后我们就利用树板的方式，然后配合最近的圣诞节。要起来，所以我们制造一个圣诞树。其实让孩子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把正确的观念呢，宣导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好，让大家呢能够一起爱护地球。云林县环保局讲，西里新马武场园区伫咧落水溪边啊，原本是真垃圾，囤一堆废弃物。这几年经过环保局改造，加入环保生态、甲赤坎武术文化等等的元素，加做地方的观光景点，嘛是。以前大家知道这边是一个脏乱点，云林县好，以前可能早期好有一些工地外面都灰尘啊、土壤的什么好脏污的部分。那我们这次跟云林县所有的这些营造商，我们一起合作，一起来爱护我们整个环境。所以他们也认养了道路，那也认养了一些空品净化区。环保局讲，云林的空气品质净化区累积有73笪，种超过13000多丛的树啊。伫咧西里大桥边的新马武场园区，平常时有西里赤坎武术的环保志工会来遮整理。自112年开放到今，请超过36000多人来行打，嘛去因袂少机关协会来遮学习。公司新闻王伟阳，云林报道。世界初路家来看，这北美的航空司令部呢，这是专门咧监控这空中威胁的机构。也毋过，这个军事机构即马煞有一项真趣味的任务，也就是追踪野弹老人。去年因是接到要40万通的电话，卡去问讲这野弹老人到底是走到倒位啊？也今年这专线的电话呢，甚至是提供9种语言的服务。伫野弹部红配列的装饰品，桌顶放满野弹布置。美国彼得森太空军基地的军官正在处理今年最后一个重要任务——追踪野弹老人的行踪。Many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call us on December 24th. Last year we took almost 400,000 phone calls. This year we think we will take more. 挪威北美航空司令部是美国甲加拿大联合成立的机构，为练战以后一直负责监控北美地区的领空，防范来自空中的各种威胁。不过，伫70年前，这个军事机构因为一通意外电话开始有新的任务。So 70 years ago, a young child accidentally dialed the predecessor of NORAD, which is the Continental Air Defense Command, and the colonel who answered the phone heard a child asking him, "Where's Santa Claus?" He looked up where Santa was and reported it to the child, and then our tradition was born.
这个美丽错误是出自伫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希尔斯巴会，伫报纸刊广告鼓励囡仔卡专线电话，互亚当老人。因过广告的电话号码煞印唔到，互诺尔接到这通电话。过去70年来，诺尔继续用雷达卫星甲喷射机等设备协助民众追踪亚当老人。今年甚至也有伫网站公布专线，提供包括中文、英文甲日文等高中语言服务，互北美地区以外的人方便利用服务。有计今年为当地亚当暝透早4点到25分钟为止，诺尔会变成做亚当老人情报中心，会有超过1000名职工协助接听专线电话。因为亚当这部用的也有纽约市的和平教堂，当年这座教堂拢会伫亚当季节演奏歌曲。74座大键琴各自代表一个音符，其中超过一半的键琴，今年年纪拢已经满100岁啊。53 of our bells are celebrating their 100th birthday this year as we're celebrating Christmas. They're actually older than the church itself, which opened its doors in 1930. 一挂历史悠久的青铜钟琴是由英国业者伫1925年制作的，规套系统重100瓦吨，上大的钟就重20吨，这互这套钟琴成做全球上大的乐器。公司新闻电视动朋友。下半部的天气，接落来咱甲时间交互 AI 手机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东北季风小可增强，北部甲东北部气温有小可下降。明仔载大陆冷气团落南，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天气会转冷，其他的所在早暗嘛会较寒。真多谢唐阿报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